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我有一个朋友头路做甲足好，下底几落百个员工，公司的大头家。一摆我去找伊坐，结果伊摇头甲面，我讲当是安那斗阵的。结果伊讲莫讲啊啦，好喙唔值找啦。即句俗语话，即摆原来真罕得听啊。好喙唔值找，解说就是伊下骹手的员工用个想的无效，就爱伊用个发的，用个恶量的，安尼咧叫才会行。即句俗语话原底就是老爸老母咧教囝，讲祖囝功课紧写，写好爸爸互你10块，唔啦。到尾啊，老母就爱找啊牙出来，搁唔写，搁看电视，好喙甲找相对比，古早的俗语话。毋过我听我即个朋友安尼讲，员工拢用个发的尔，我就甲囥啊。即当阵时代无共，老爸老母咧拍囝，老师咧拍学生是会犯国法。你若定定安尼伫咧罚员工，你毋好好啊甲人讲，要定人尻川后会甲你念讲吼，遮无慷慨，逐项安尼欠欠。拢袂对员工较照顾的，好野人去食性命。即句好野人去食性命，原来老爸咧讲的俗语话，原来相对比的。好野就是对比去食，咱知影。好野讲起来钱有，就应该过较高级的日子。无论清茶好，无论食食也好，总是爱较讲究嘛，毋是？结果你安尼欠，袂输敢若派碰讲家己世界出去分。去食共款，穿甲安尼优柔接档，食也是真简单，尤其对员工佫真当算。人若后壁面安尼甲你笑，安尼甲你念，讲起来，斗阵的你就真毋值。因讲国情啊，你毋知影讲我担这担遮大担，前领袂实惊，后领较夹壁，你敢知？是来即句话，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这本书内底原来有记载，这原来是对比的俗语。前领对比后领，前领咧看无夹啦，但是后领吼比较壁较夹，这就是表示讲，我做头路，我做生意的人，我毋是讲干那对面前这100-200个员工，我爱考虑呢。考虑讲公司若法度发展，咱有法度加请人的时阵，有法度照顾讲这人日子会得过，有一碗饭通好食。我考虑的代志，后领是较夹壁，是真正咧担足重的。过去台湾对比的俗语，确实真艺术啦。